各位老友記，歡迎來到我哋嘅頻道。唔經唔覺，原來距離2003年嗰個令全香港人痛針疾首嘅春天，已經過去咗足足23年。講起嗰年，相信好多喺香港生活過、一齊走過風雨嘅老街坊、老朋友，個心依然會抽埋一截。嗰年有令人惶恐嘅沙士，亦有兩位一代巨星嘅淪落。而喺呢啲無常嘅命運背後，一直流傳住一個令無數人揣測、欺詐咗幾十年嘅玄學二佐子事件。呢個作團關乎三個人物，一個係香港影壇最傳奇、眼神最憂鬱嘅影帝梁朝偉，另一個係風華絕代、令無數影迷至今依然思念不已嘅哥哥張國榮，而中間穿針引線、看透紅塵宿命嘅，就係當時全港台娛樂圈商界名流都奉若神明嘅泰國奇人白龍王。白龍王一生神準，指點過無數迷津，幫過無數巨星改運。但係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嘅係，佢對梁朝偉簡直係溺愛到好似親生仔一樣，甚至收佢做近仔，一生幫佢避開無數劫難。但係就在2003年，張國榮因一個不正痛苦掙扎，最需要救過法嘅生命。最後一個月，圈中好友出盡人情牌安排佢哋見面。白龍王竟然喺見面當天嘅朝早，決意閉門不見，仲留低一句石破天驚嘅說話。到底呢個天差地別嘅態度背後，藏住啲乜嘢命理玄機？係天意難違，定係因果早注？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齊追憶香港黃金時代嘅傳奇故事，探尋命運背後嘅真相，請你而家就動動手指，點擊訂閱我哋嘅頻道，開啟旁邊嘅小碌燈，我哋會持續為大家帶來最原汁原味、最具情懷嘅港台娛樂秘聞同人生智慧。你嘅每一次點擊同訂閱都係支持我哋繼續講落去嘅最大動力。多謝大家。下面我哋就正式入正題。要講白龍王，我哋得先將時間撥返去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嘅香港娛樂圈正值黃金盛世，但名利長風高浪急，明星藝人表面光鮮，背後其實充滿焦慮同迷茫。正喺呢個時候，一位來自泰國身穿白衣嘅長者開始進入香港大佬同巨星嘅視線。呢位長者原名周粉南，喺泰國芭提雅靠修理單車同電器維持生計。40歲之前平凡到不得了，但有一日佢自稱夢見白龍王貢顯靈，自此開始免費幫街坊指點迷津，因為準確度高到驚人，名聲越傳越廣。當時香港有位富豪黃創山去泰國拜訪完周潤南之後驚為天人，於是將佢引約俾向華強、向華勝兄弟，仲有林建岳、曾志偉等娛樂圈教父級人物。自此，白龍王就成為咗香港電影界同大明星心目中嘅香港國師。而喺所有拜訪白龍王嘅明星之中，最特殊亦最得寵嘅，莫過於梁朝偉。偉仔梁朝偉，大家都知佢性格內向，甚至有啲社交恐懼，平時不苟言笑，最中意獨處。但好奇怪，當佢第一次去到芭提雅見白龍王嘅時候，兩個人一對眼，白龍王就露出咗平時罕見嘅慈祥笑容。白龍王唔單止破例收梁朝偉做康仔，每次偉仔去探佢，待遇都係全場最高規格。有去過白龍王廟嘅朋友或者會知，平時信徒去求見，大部分人都只能規規矩矩企喺度或者跪喺度聽教，但偉仔去到白龍王會拉住佢嘅手，甚至俾佢爬過神台底去接受特別嘅祈福。每一次見面，白龍王都會用手摸偉仔嘅頭頂，將一啲柚子皮同花水攤喺佢身上，甚至會親自切水果餵佢食。呢種寵愛程度簡直好似阿爸生親生仔一樣。據聞白龍王一生中幫梁朝偉當過唔止一次災，最著名嘅一次喺梁朝偉正準備接拍一部大製作嘅動作電影，開拍前偉仔專程去泰國問大師意見。白龍王一見到佢臉色一沉，非常嚴肅地警告佢：呢部戲你千萬唔可以拍任何跳樓或者高空跳落嚟嘅動作，否則你對腳會廢掉。偉仔一向聽話，
回到劇組之後，無論導演點樣要求，甚至開出高額加薪，佢都堅持要用替身拍攝嗰幾場高空動作戲。結果拍嗰場戲嘅當日，威亞更斯居然喺半空中突然斷裂，替身演員當場摔成重傷。如果當時係梁朝偉親自上陣，效果不堪設想。自此之後，梁朝偉對白龍王更加是奉若神明，每逢人生大事或者要接拍重要電影，都必定會先請示近爹。好多人會問，娛樂圈入面咁多靚仔靚女、聰明伶俐嘅人，多謝晒，點解白龍王偏偏獨寵梁朝偉？其實呢個同梁朝偉嘅性格同佢身上嘅氣場有極大關係。玄學上講求磁場契合，梁朝偉個人雖然內向，但他心思單純，冇乜野心。對名利雖然在乎打麻雀，但蠻執着。更重要嘅係，梁朝偉身上有一種修行人最睇重嘅特質，順從與聽話。白龍王曾經同身邊嘅弟子講過，偉仔呢個人心好靜啊，我叫佢做乜佢就做乜，我叫佢避開乜佢就真係會避開。佢身上冇乜戾氣，亦都唔去爭名奪利，所以佢嘅福報可以一直保存得好好，指點佢最容易亦最有效。相反，同偉仔相伴一生嘅劉嘉玲喺白龍王眼裏就完全係另外一個極端。講起劉嘉玲同白龍王嘅恩怨，亦是香港八卦新聞寫咗好多年嘅話題。大家都知劉嘉玲每一次都係陪梁朝偉去泰國，但係好多次偉仔入去見大師，劉嘉玲就只能喺外面等。有傳聞話劉嘉玲曾經先後4次求見白龍王，但每一次都被拒之門外。點解白龍王咁錫梁朝偉，卻偏偏不肯見佢嘅另一半？白龍王曾經私底下俾出過一個原因，佢話呢個女仔性格太倔強，勝負心太重，佢對名利、對世俗嘅執念深到好似黑洞一樣。我同佢講任何嘢，佢心入面都會有100個不服輸嘅念頭去反佢。一個根本唔打算聽話、唔打算向命運低頭嘅人，我見佢指點佢又有乜嘢用呢？只會嘥大家時間。劉嘉玲喺娛樂圈係出了名嘅大姐大，性格剛毅，經歷過無數風雨，甚至是大劫難，佢都係靠自己一雙手硬生生打拼出嚟。佢嘅人生信條係人定勝天，要靠自己去爭取。這種強悍嘅性格令佢喺商業同世俗上取得巨大成功，但在玄學修行人嘅眼入面，呢種硬硬頸同執念，恰恰是阻礙命運運轉嘅最大阻力。雖然白龍王多次拒見劉嘉玲，但他並非無情之人。佢知道梁朝偉同劉嘉玲命運相連，所以在2008年，當兩人在經歷了風風雨雨，準備步入婚姻殿堂嘅時候，白龍王親自出面為他們選擇了不丹呢個極具靈氣嘅佛教聖地作為婚禮舉辦地。白龍王甚至親手為民寫下祝福，因為佢知道只有不丹嘅寧靜同佛法，才能壓制得住劉嘉玲身上嘅急躁，亦能守得住梁朝偉一生嘅清靜。這份深謀遠慮，足見大師對梁朝偉嘅愛護已經延伸到了佢嘅家庭。但當我哋把目光轉向另外一位巨星，故事就從溫馨和被救變成了無盡嘅欺家與遺憾。呢個人就是大家口中永遠嘅哥哥張國榮。時至今日，每當踏入4月，中環干諾道中嘅文華東方酒店門外，依然會擺滿來自世界各地影迷送上嘅白玫瑰。不經不覺，原來2003年4月1號嗰個冰冷嘅黃昏已經離我哋咁遠，但當年嘅痛，好多香港人依然未忘記。其實喺張國榮出事之前嘅大半年，佢嘅胃損倒流同抑鬱症已經到咗非常嚴重嘅地步。據哥哥身邊嘅密友透露，當時佢成日失眠，整個人受到脫形情緒，時而亢奮，時而低落，甚至開始出現幻聽。身邊嘅朋友包括陳淑芬、唐傑德，仲有林建岳、楊受成等大佬，見到佢咁痛苦，都想盡一切辦法幫佢。當時有人提出，不如讓大家幫佢，既然白龍王咁神準，不如請大家睇睇係咪沖犯咗啲乜嘢，或者點樣改運。
起初張國榮對這類玄學命理並唔太相信。哥哥一生追求完美，性格清高，佢相信自己嘅才華同努力，對求神問卜一向抱持敬而遠嘅態度。但隨着病情一天天惡化，藥物治療似乎失去效用。在身邊朋友哭求同勸說之下，哥哥終於點頭答應去見一見白龍王。因為張國榮身份特殊，加上當時沙士疫情嚴重，去泰國非常唔方便，於是林建岳等大佬動用咗極大嘅人情牌，特意安排白龍王秘密嚟到香港。見面嘅時間定在2003年3月中旬嘅某一個早上，地點就喺香港一間極具私密性嘅私人會所入面。當日清晨，張國榮在朋友嘅陪同下已經梳洗完畢，準備出發。對於哥哥嚟講，這已經是他放下最後嘅煎熬，向命運伸出嘅求救之手。然而就在見面前嘅1個鐘，香港這邊嘅負責人突然接到泰國那邊隨行弟子嘅緊急電話。電話那頭嘅語氣非常凝重，大意係說白龍王大師剛剛在房間內做完早課，突然改變了主意。大師表示今日絕對不能見張國榮，而且以後也不會再見。林建岳等人大驚失色，以為是接待工作有什麼地方疏忽，得罪了大師。他們極力爭取，甚至表示可以用私人飛機送大師去任何地方，只求能給張國榮看一眼。但白龍王嘅態度異常決絕，甚至顯得有些悲寒。佢輕輕嘆了一口氣，對身邊嘅隨行弟子說了一句在玄學界流傳了很久，也讓無數人流淚嘅話：不用見了他，估計你嘅劫數已經到了，氣數已盡，我救不了他，見了他只會增加他嘅痛苦，也讓我無能為力。1個月後，2003年4月1日傍晚18點43分，張國榮從中環文華東方酒店24樓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46歲傳奇而短暫嘅一生。當這個噩耗傳回泰國，據聞白龍王在神壇前沉默了很久，最後只是搖了搖頭，喃喃自語道：宿命啊，宿命。好多人會質疑，白龍王既然自稱能救人能解運，點解面對張國榮卻要表現得咁冷酷，咁無能為力？難道玄學大師遇到真正嘅大難，就只能選擇逃避嗎？要理解這一點，我哋必須要明白玄學中對於命同運嘅定義。在玄學上有句話叫小勢可解，大勢難逆。一個人的運勢好似一條河流，如果中間有些亂石、小波折，大師可以通過風水、改名、做善事等方法，幫你把亂石搬開，讓水流重新通暢，這就是俗稱嘅解運。一如當年白龍王幫林建岳改名無間道一樣。但一個人嘅命數或者氣數就如同這條河流嘅源頭，如果源頭已經坎坷嘅時間點已經寫在天書上，那麼無論你用什麼方法都無法憑空變出水來，這就是氣數已盡則。張國榮嘅性格其實和劉嘉玲有些相似，但比劉嘉玲更加極端。佢是個將生命燃燒到極致嘅藝術家，他棄我難分。每一部戲、每一首歌，他都投入了自己100%嘅靈魂。這種性格成就他無人能及嘅藝術成就，但也極大地消耗了他自身嘅元神和精氣。在玄學大師嘅眼入面，當時張國榮身上嘅生命之火已經微弱到隨時會熄滅，而且那一年是他的大耗之年，劫數臨門。更重要嘅是，業不盡在玄學上，往往被視為心魔與因果業障嘅雙重折磨。當一個人嘅心魔已經大過他求生嘅意志，外在嘅任何神力都無法強行介入。白龍王深知，如果自己強行去見張國榮，給他一些虛假嘅希望，一旦預言落空，不僅會毀了自己一生嘅清譽，更重要嘅是，也背棄了修行人不逆天意嘅天條。修行者可以指點迷津，但絕不能代替天道去更改生死嘅判決，所以他選擇了最殘忍但也最真實嘅方式，避而不見。與張國榮嘅悲劇形成強烈對比嘅，是白龍王在同年為香港電影界創造嘅另一個神話。
無間道。2002年到2003年間，香港電影市道低迷到極點。華納電影投資4000萬拍攝一部警匪片，原本取名叫《無間情者》，但自從海警以來，劇組意外頻生。先是拍攝期間遇上連日暴雨，道具和昂貴嘅攝影器材被人攔壞，接着是主創人員接二連三受傷，甚至連投資人林建和自己都遇到了一些官司和商場上嘅不順，整個劇組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中，大家都覺得這部戲好邪，甚至有人提議要斬啊。林建和無奈之下專程飛往泰國求助白龍王。白龍王聽完之後閉目冥想了片刻，隨後強開眼，說這部戲場不對4個字嘅名字殺氣太重，而且行者二字帶有漂泊無依之感不吉，必須改為3個字。林建和眼茫茫問改什麼名字好，白龍王用毛筆在紙上寫下了3個字：無間道。霸王解釋道，無間是8大阿鼻地獄中最痛苦嘅，無間地獄道是消遣與解脫之路。這部戲講嘅是黑白兩道嘅掙扎，改名無間道才能壓得住戲裡演員和劇本嘅殺氣，而且能將這種殺氣轉化為票房嘅爆發力。不但如此，白龍王還親自確定無間道就係香港舉辦首映禮和祈福儀式嘅時間方位，甚至要求所有主創人員在出席儀式時必須身穿白色衣服，結果大家有目共睹。無間道上映後，不僅香港票房上衝破5000萬，更被譽為救市之作，連荷里活都買下版權翻拍成奪得奧斯卡嘅無間道風雲。這部戲不斷地拯救了華亞，也捧紅了余文樂、陳冠希等新一代演員，更穩固了梁朝偉同劉德華神級嘅影帝嘅地位。這件事成為了白龍王一生中最輝煌也最廣為人知嘅神準案例。但話說回來，經歷了這麼多風雨，見證了這麼多巨星嘅生死起伏，白龍王在臨終前了解世人，特別是我們這些普通人最珍貴嘅遺產到底是什麼？是那些神秘嘅符咒嗎？是改名字嘅技巧嗎？還是預知未來的超能力？其實通通都不是。白龍王一生中雖然接待過無數巨星富豪，但他最常對普通信徒說嘅卻是一些聽起來簡單到甚至有些俗氣嘅家常話。大師曾經說過，很多人千里迢迢來拜我，求幫他們改運發財。我問他們，你對你爸爸媽媽好不好？他們說，爸媽在老家，好久沒聯繫了。我說，那你拜我做什麼？父母就是你家裏最大的神，你對父母不孝順，拜遍天下的神仙，神仙也不會理你。大師還說過，很多人的運氣不好，不是因為命不好，而是因為脾氣太差，脾氣壞，氣場就亂，氣場亂，威人就不敢靠近，小人就會趁虛而入。所以改運先改脾氣，脾氣好，運氣自然就會好。這些話多麼樸素，多麼真實。回看梁朝偉和張國榮，梁朝偉一世順遂，因為他聽話脾氣溫和，懂得在名利面前羞恥，他身上嘅氣係順的，係正的。而哥哥張國榮，他一生追求完美，性格高傲而脆弱，雖然才華橫溢，但他對自己要求太苛刻，把所有壓力都悶在心裏，加上身體嘅病痛，最終讓自己嘅氣場徹底失衡。這不是大壞對的錯嘅問題，這只是命運呈現給我們的兩種不同嘅生命軌跡。白龍王在2013年仙逝，他嘅離去宣告了那個盤隨着香港娛樂圈黃金時代嘅玄學傳奇正式畫上了句號。但大師留下嚟嘅那些關於孝順父母、控制脾氣、順應天道嘅勸說，至今依然在啟迪着我們。命運有時候像一場無法更改劇本嘅電影，我們無法決定自己何時出場，也無法決定結局是悲是喜，但我們至少可以決定在戲中嘅每一天，我們是用溫和善良嘅態度去對待身邊嘅人，還是用急躁嘅執念去折磨自己。聽完今天白龍王與梁朝偉張國榮嘅宿命故事，不知道各位老友記心中有沒有一絲感悟或者回憶？你是不是也曾像劉嘉玲那樣
靠着一股不服輸嘅勁頭，在生活裏硬硬生生找出一條路，還是你也曾像梁朝偉一樣，學會了在無常嘅生活裏，保持一份難得嘅平靜與聽天由命，又或者你至今依然對哥哥張國榮嘅離去感到無比嘅惋惜與心痛。非常歡迎大家在下方嘅評論區留下你寶貴嘅看法和當年嘅故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分享嘅內容，覺得聽完有所收穫，請一定要幫忙點擊一下訂閱，按讚來給我們一個讚啊，並且分享給你身邊嘅老朋友。點擊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咁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哋下一期同樣精彩、同樣有深度嘅港台傳奇與人生故事。感謝每一位老友記嘅支持與陪伴，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歡福來。我們下期節目再見。